珠海市中心雙地鐵口廣場上蓋海景單位，國企開發商自交運營出租，保證回報率5%8%，連埋分紅，仲送埋你中港兩地牌添。樓盤返港珠澳口岸就8分鐘，一個地鐵站嘅距離就直達拱北。極罕有珍藏版小面積海景單位，直望晒成個澳門新葡京同埋觀光塔全海景觀。過時過節仲可以睇埋煙花景添。樓下就係珠海國際會展中心，每年超過200場1000人大型會展喺度進行。樓盤位置正位於兩個地鐵站中間，16樓就係大型商場，生活配套衣食住行一應俱全，鑽石級黃金地段。投資最緊要睇 location。呢個低成本高回報、輕鬆跑贏通脹嘅單位，你點可以錯過？馬上建立你嘅被動收入，升級成為包租公包租婆啦！超特價獨家公底貨，最後3間手快有，仲唔快啲撳翻下面嘅 WhatsApp 掣聯絡翻個 Coton，約翻個時間帶睇樓。